大家好，我係佛教黃卓庵小學何善儀校長。喺呢2年裏邊，我哋同腦科學與思維教育學院一齊合作，期望我哋嘅老師團隊對腦部發展亦都有認知。所以我哋進行咗30幾小時嘅培訓課程，令到老師知道喺課堂裏邊點樣調節佢哋嘅腦部發展嘅。以下嘅時間交俾陳總監為我哋講解下點樣去幫助小朋友腦部發展啦。大家好，我係陳偉良。咁我自己本身係前線嘅中學老師嚟嘅。咁後來有機會咧，就跟咗美國一位學者咧，就學以腦科學為本嘅教學模式。咁所以教學嘅方式咧，其實唔係淨係針對心理學嘅，係要了解學生或者小朋友佢個腦其實點樣學法，令到佢學得最好。咁所以我自己咧係同我太太咧就獲認證同埋考核之後咧，係全個香港或者全個大中華區咧，就係我同我太太咧係唯一2位獲認證嘅腦基礎培訓導師。至於點樣幫助學生喺課堂裏邊學習可以學得更加好呢？咁其實有幾點我覺得係特別重要嘅，可能家長或者老師都要留意嘅。咁第一項咧就唔係我哋講得多，係要佢諗啲嘢同我哋分享先可以嘅。因為由佢把口講，佢嘅諗法咧，內容唔係最重要，最重要係佢諗過咧，佢個前額葉就會快速地發展，而前額葉就係幫助一個人未來能夠成功一個好重要嘅腦區，當中包括自律、守規矩、有計劃，同埋佢可以反思、綜合唔同嘅諗法，都係靠個前額葉嘅。咁另外第2樣重要嘅咧就係點樣調節細佬哥喺課堂裏邊腦裏邊嘅化學物質呢？咁所以老師係應該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咧，透過不同嘅活動，我哋知道，呢個皮質醇高得滯咯，而家有啲擔心喎。咁我可以做啲乜嘢活動令佢有翻啲多巴胺，等佢正面開心？又或者佢依家太興奮咯，好緊張咯，可能會有衝突喎。咁我點樣調節佢腦裏邊一啲嘅血清素，令佢坐定啊、平靜啊，喺度思考呢？咁我認為呢2個大嘅方向呢，都值得老師去考慮嘅。咁而嚟到黃卓庵呢，咁同一班好有心嘅老師合作呢，有趣嘅地方係見到啲老師呢，其實學嘢好快嘅，因為第一次睇某啲學生其實都可能怕醜少少嘅喎，或者參與率未必好高。咁但係老師一應用咗啲技巧呢，當我第2次再睇嘅時候呢，明顯就見到啲學生呢，真係夠膽講多好多嘢，同埋個積極性係見到投入好多嘅。咁另外，就算有啲學生呢，佢係平時可能佢會比較驚少少啊，又或者有啲學生呢，佢係會太過主動嘅喎，其實投入得滯。咁而老師亦都即時有方法呢，令到佢哋每一位都配合翻成個課堂嘅活動裏邊去進行。咁一段時間之後呢，睇翻同一班學生呢，我亦都見到啲學生呢，明顯喺注意力、集中力、投入感、理解能力上面呢，都有明顯嘅提升。咁所以如果大家而家睇緊呢個視頻嘅呢，可能你都會好有興趣睇下，究竟佢上堂係點樣能夠令到100%嘅學生學得又開心，又有得參與，而每一位學生亦都會被尊重，同埋覺得佢自己有貢獻，而感受到一份嘅光榮或者佢自己嘅成就感。咁我諗大家都應該好有興趣去睇一睇。